在修復館的實驗室裡，封存着一件三星堆絕無僅有的文物。今天，李海超要將它再次喚醒。抬到那個桌子上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没想到切出来还是一个老大难，最大的一個盲盒，哇，這還要多久才能打開？在土塊的包裹之中，有一個肉眼難以辨別的木箱，它是到目前為止三星堆出土的唯一一件木器。在來到實驗室之前，它一直埋藏在神秘的6號坑當中。在出土大量青銅器的三星堆，6號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。現場清理過程中，出土遺物寥寥無幾，除了一件玉刀是壓箱底的寶貝，就只剩下那個形似棺椁的木箱了。推測在這個木箱的下面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類的一個東西，很像是被燒過的一個跡象。木箱整體呈碳化狀態，只有一個隱約的輪廓與土壤融為了一體。為了更好的保護和研究，2021年9月，它被整體套箱提取，開始進行實驗室發掘。我們還是想嘗試着看看能不能把灰燼的那個原始的狀態給它清出來。中間如果碰到有大片的灰的話，就立馬停下來，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找的是一個灰燼的一個堆積遺存嘛。想要揭示木箱的真實身份，箱子下方的灰燼也許是個關鍵點。他們把木箱翻轉180度，決定從底部開始清理，尋找關於灰燼的線索。6號坑，我們其實在發掘的過程中就帶着一個解謎的一個色彩，因為本身它的整個形態就是一半空坑，一半木箱子，木箱子裡邊裝的是什麼又不知道，木箱子下邊是什麼也不知道，木箱子本身是什麼狀態，就是關於它的未知的信息，這些謎題是太多了。發掘6號坑之前，考古人員就已經通過勘探發現，在它的下方還有一個面積更大的坑，編號 K7。6號坑和7號坑形成了打破關係，這意味着古人在挖6號坑的時候，7號坑就已經存在了。